各位弟兄姊妹午安，歡迎大家嚟到十架基督教會。好感恩我哋能夠繼續去睇腓立比書。之前我哋用咗14篇嘅講道，完成咗成本腓立比書。然後上年年底我哋開始去回顧，我哋嘅大題目叫做肥書回顧。一方面我哋係回顧腓立比書，另外一方面我哋希望透過肥書回顧，讓我哋每一個都成為一隻肥豬。意思係 FAT faithful， 我哋忠誠委身。Available， 我哋隨時候命，同埋我哋 teachable， 樂於受教。我哋會用5篇講道嚟做回顧嘅。咁每一次呢，我哋都會重溫呢個腓立比書。我整咗一個叫超濃縮版，去幫助大家去記得呢卷書當中嘅重要片段嘅。喺一開始嘅時間，保羅佢稱呼自己叫做基督耶穌嘅僕人，已經指向呢封信嘅中心基督之歌。因為僕人呢個字喺基督之歌會再次出現。然後保羅送上問安，佢話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恩惠呢個字呢係另一個好重要嘅字眼。然之後那日必成這功係指1章6節。保羅話佢深信上帝會一直喺腓立比信徒當中去作工，到咗基督耶穌再嚟嘅日子會完成呢個工作。三合一係指保羅為腓立比信徒所祈求嘅3樣嘢。愛心、真認識同埋審察力，呢3種屬靈嘅能力不斷去增長，以致榮耀歸給父上帝。然後 C 部分，保羅分享佢嘅近況。佢話佢雖然被軟禁，但係為住福音能夠更興旺，為住弟兄們能夠更加放膽去傳道，佢非常嘅歡喜。然後佢分享佢嘅內心世界。佢話無論是生是死，總要讓基督喺佢身上照常顯大。因為佢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保羅定義佢無論生死都要為咗榮耀上帝。去到 D 部分，天民相稱福音係指1章27節。保羅話：你哋作為天國嘅公民，行事為人就要與基督嘅福音相稱。相稱係彰顯價值咁嘅意思。咁我哋要點樣去彰顯基督福音嘅價值呢？當中佢講到，我哋要無畏，要站穩，要同心，要競鬥。所謂競鬥，其實係為福音齊心努力嘅縮寫。因為希臘文係 sunapphileo，sun 係一齊嘅意思 ，apphileo 係一群運動員參與隊際比賽，為勝利一同努力咁樣嘅圖像。然後合一、謙卑、他顧係2章1至4節嘅內容，大家可能記得啦。各人看別人比自己重要。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等等。最後以基督的心為心係2章5節。我哋去集中思想耶穌基督嘅心目中乜嘢先係合一、謙卑同埋他顧。然後依部分就係腓立比書最重要嘅中心基督之歌。耶穌基督經歷8重嘅下降，從本與上帝同等，一直虛己，一直下降。直到佢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基督受苦係為要進入榮耀，佢會得着超乎萬名之名，萬膝都要跪拜，萬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上帝。而因為基督之歌，我哋應當戰兢作，不怨言。恐懼戰兢係上帝嘅大能，佢嘅恩典臨到我哋生命當中嘅記號。係因為上帝喺我哋生命裏面又立志又實行，係因為上帝使我哋能夠與福音相稱。而所謂不發怨言，唔係字面嘅意思，當中係指出埃及時期嘅以色列人，因為佢哋念念不忘埃及嘅偶像，念念不忘地上嘅榮耀，佢哋輕看上帝嘅恩典同拯救，然後顯主道明光照，係要提醒我哋要高舉。Hold forth， 我哋要堅守 hold fast 上帝嘅道，讓我哋喺呢個彎曲悖謬嘅世代當中，好似明光一樣照耀。然後 X 部分係2個與福音相稱嘅生命嘅例子。保羅提到提摩太，佢點樣不求自己嘅事，真正去關懷腓立比嘅信徒。佢亦都提到以巴弗提點樣為咗完成基督嘅工作，賭上生命，近乎於死。去到 C 部分，保羅再講翻佢自己啦。佢講到佢自己以往係點樣靠肉體，而家佢因為基督
明白地上嘅事情，包括能夠讓人自以為義嘅各樣好行為，其實都係毫無價值，都係糞土。因此佢定義繼續去丟棄萬事，單單為要贏得基督。但係保羅佢唔認為自己已經完全啦，所以佢應主召竭力追。竭力追求嘅希臘文係 dioko， 同佢之前迫害教會嘅迫害都係同一個字。保羅佢竭力追求係因為基督耶穌已經用救恩施恩買贖咗佢。然後去到 D2嘅部分，保羅勉勵腓立比信徒要效法佢，亦都要留意嗰啲同佢哋一齊去效法保羅嘅人。但係呢班有一班人，佢哋係口不對心嘅十架嘅仇敵。呢班人專以地上嘅事為念。相反，如果我哋係真正天上嘅國民，我哋會以天上嘅事為念，專心等候救主從天降臨，等候擁有同基督一樣嘅榮耀身體。下邊主近了同心正係講緊4章，喺主已經近了嘅前提之下，保羅去勉勵腓立比信徒要靠主站立得穩。佢特別提醒2個姊妹友阿蝶同埋循都基喺主裏面同心，要佢哋回想佢哋以前點樣同保羅一齊 Sola Filio 係同一個字嚟㗎。佢哋點樣一無掛慮咁為着永恆嘅事情一同禱告、祈求同埋感謝。然後去到 B 部分，保羅佢對腓立比信徒嘅饋贈去發表感謝，但係保羅唔想佢哋誤會或者錯估佢哋奉獻嘅作用，所以佢去強調佢自己係知足嘅，強調佢自己不求饋贈。但係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啲奉獻係佢哋嘅天國存款，係歸喺佢哋帳上嘅果子，係能夠將榮耀歸俾父上帝。最後保羅用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與你們的靈同在作為最後嘅問安同埋祝福。呢句呼應住1章2節嘅問安，願恩惠平安從我們嘅父上帝同埋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腓立比書最重要嘅就係中間部分基督之歌。我哋呢5篇嘅回顧系列呢，我哋係會由外至內進行嘅。之前2篇我哋已經睇咗 A、B、C、C'、B' 同埋 A' 噶啦。今日開始我哋會進入 D' 同埋 D'2呢個部分。我哋會用2篇道去回顧呢3段嘅。咁我哋分別會係今日嘅腓書回顧3天文，同埋下一次我哋會翻嚟腓書回顧4相稱。今日嘅內容呢，所以係1章27節同埋 D'2嘅部分，我哋會分3點。第一點，天文福音相稱，天文後主榮耀。第2點，效榜樣防仇敵，施天使誇十架。第3點，主近了同心正，無慮祈求永恆。第一點，天文相稱福音，天文後主榮耀。1章27節，保羅話最重要的是，你們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又或者另外一個翻譯，你們作公民總要對得起基督的福音。喺呢度咧，和合本譯作最重要的是嘅呢個字咧，其實喺原文希臘文咧係一個好強烈嘅連接詞，甚至咧可以翻譯為只要啊。有啲英文譯本話 only， 就好似福音書裏面大家可能聽過不要怕，只要信呢句經文，只要咧就係正係呢個字啦。所以如果你記得咧，腓立比書1章嘅內容咧，保羅之前嗰度講緊腓立比嘅弟兄姊妹啊，我好為你哋感恩，我為你哋禱告，我為你哋好高興之餘，我亦都話俾你聽，我喺個人生死榮辱嘅見證之後，而家我要提醒你哋一件最重要嘅事 ，only 你最緊要、最唔可以忘記嘅呢件事，就係你哋行事為人要與基督嘅福音相稱。咁咩叫相稱呢？原文咧其實係 axios， 意思咧係一個天平啊，同等重量、同等價值嘅意思。因為喺保羅時代嘅人咧，一講到同等重量、同等價值咧，就會諗起呢個工具噶啦。咁天平點用嘅咧？譬如你要去買1磅米，咁佢首先咧就喺一邊咧就擺上1磅嘅砝碼，另外一邊咧就倒啲米上去，倒到可以大家平衡咧，你就知道嗰啲米咧係1磅啦。所以呢度咧係一個好清晰嘅圖像，佢講緊你將基督嘅福音擺一邊。然後你將你嘅生命倒落去另外一邊，你試想下，天平一邊放嘅係基督嘅福音，另外一方面你要將你嘅生命倒去另外一邊，呢個圖畫會係一個點樣嘅圖畫呢？我哋下一篇度咧會再翻嚟詳細去思想嘅。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字眼咧就係行事為人呢個字，原文咧係 politeuomai，
意思咧其實係作公民咁嘅意思。因為腓立比本身咧係一個羅馬嘅殖民地嚟嘅，住喺腓立比嘅人咧好多都係羅馬嘅公民，所以咧好多人咧佢哋本身咧係好為佢哋羅馬公民呢個身份去自豪。佢哋會着羅馬嘅衫啦，佢哋會用羅馬嘅名字啦，佢哋會講拉丁文，佢哋遵守羅馬嘅法律，佢哋成個嘅生活方式咧都喺度向呢個世界講咧，我哋係羅馬人，我哋屬於羅馬。腓立比書裏邊咧，保羅就活用呢個背景，佢去提醒腓立比信徒。佢話：雖然你哋地上係羅馬嘅公民，但係喺被基督嘅寶血買贖之後，你哋係成為天國嘅公民。保羅嘅意思係話：你哋明唔明？你諗清楚，你哋其實係天國嘅公民。雖然你暫時住喺地上，但係其實你嘅家鄉係天國，你效忠嘅對象係天國嘅君王。所以你嘅生活方式、你嘅人生取向、你嘅價值判斷，都應該係同基督嘅福音相稱。你嘅生活方式究竟係向呢個世界去宣告你係屬於天國嗎？呢個係天國公民嘅責任。不過除咗責任咧，其實天國公民咧，仲有另外一個同世人自然不同嘅盼望嘅。我哋睇3章20同21節，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天國公民咧，佢哋會專心等候救主。呢個救主係主耶穌基督，佢會從天降臨。等候咧唔係講緊發呆啊，原文嗰度咧其實係講緊一個專心期待、迫切仰望、翹首以盼咁樣嘅意思。天國公民嘅生命咧有一個標誌性嘅姿態，佢哋好迫切咁仰望天上，佢哋好專心、好期待耶穌基督嘅翻嚟。點解咁迫切咁期待呢？因為當耶穌再嚟嘅時間，會做一件大事。21節，他要按着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把我們這卑賤或者謙卑嘅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同形質。喺呢個短短一節經文咧，其實保羅已經3次帶我哋翻去基督之歌。第一，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大家會諗起基督之歌後半部係咪啊？萬膝跪拜，萬口宣認耶穌基督是主。另外，卑賤嘅身體同基督之歌裏邊話耶穌基督謙卑自己係同一個字嚟嘅，同佢謙卑。最後同基督榮耀嘅身體相似，其實呢個相似咧係一個比較弱啲嘅翻譯，更好嘅翻譯係同形質。我哋上次講過噶啦，sun morphe，sun係同樣嘅意思，形質咧係一個叫做內在本質嘅外在體現咁嘅意思啊。係讓讀者去反翻去基督之歌，因為莫非呢個字咧，成本聖經係得基督之歌會出現嘅。一見到呢個字就會諗翻基督之歌。保羅話：基督本有上帝嘅形質，佢為我哋成為人取咗奴僕嘅形質，然後佢再翻嚟嘅時間，佢讓我哋嘅身體同佢同一個形質。所以保羅呢度係講緊，佢話天上嘅國民啊，你哋要期待，你哋要期待，因為嗰一日就快翻嚟。就快到啦！耶穌基督要用佢嗰個叫宇宙萬有都歸服佢嘅大能，將我哋呢個卑賤嘅身體徹底去反轉。我哋會得咗一個全新嘅榮耀身體，一個唔再受罪惡、痛苦、死亡轄制嘅身體，一個同復活基督身體一模一樣嘅身體。呢個係我哋嘅盼望。而呢個盼望之所以存在，係因為耶穌基督曾經為我哋謙卑自己，卑微到底，且死在十字架之上。我哋之所以能夠成為天國公民，我哋之所以能夠翻屋企，係因為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所以保羅呢度不斷帶我哋翻去回想基督之歌。其實天國公民呢個詞咧所承載嘅，真係唔係咁簡單。其實係成本聖經嘅救恩歷史。上帝從創世以嚟就同佢嘅子民預備嘅榮耀身份。當我哋要明白天國公民係咩意思嘅時間，我哋可能要先翻去舊約聖經。喺出埃及記19章，當上帝啱啱將以色列人由埃及為奴之家領出嚟，喺西奈山嘅曠野，上帝就透過摩西對佢百姓講佢嘅異象。上帝話：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上帝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佢拯救佢哋，唔係淨係要佢哋脫離奴僕得着自由。上帝拯救佢哋係要使佢哋從萬民當中分別出嚟，並且作一個屬於上帝嘅國度，成為一班屬於上帝嘅國民。佢哋存在嘅目的係作祭司嘅國度，唔係一個祭司，係成個國度都係祭司。佢哋要喺地上代表上帝，佢哋要將萬民帶到上帝面前。呢個就係天國最初嘅啟示。上帝喺西乃山設立一個上帝嘅國度，呢個國度係嘅君王係耶和華佢自己，國度嘅子民係以色列人，國度嘅憲法係十誡同埋律法，國度嘅使命係要向萬國見證呢個獨一嘅真神。不過問題嚟啦，以色列人失敗，佢哋冇分別為聖，佢哋冇單單成為上帝嘅聖潔國民，佢哋效法周圍列國一齊嘅去拜偶像，行不義。佢哋本來應該去作祭司，引領萬民歸向耶和華，但係結果佢哋自己離耶和華越嚟越遠。所以舊約嘅先知不斷去呼喊，不斷嘅去預言，佢話有一日上帝要親自嚟建立一個新嘅國度，賜俾佢嘅子民一顆新嘅心，佢要將上帝嘅律法寫喺呢班子民嘅心入邊。然後耶穌基督嚟啦，佢出嚟傳道嘅第一句說話係咩啊？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耶穌嚟到係要建立嗰個從西乃山就預告嘅上帝嘅國。不過佢係點樣建立呢個國度呢？佢係咪騎住戰馬率領天軍武力推翻羅馬政權？我哋知道唔係。佢建立國度嘅方式完全顛覆人類嘅想像。基督之歌話俾我哋聽，嗰位本有上帝形象嘅，嗰位本應該坐喺寶座上嘅君王，佢虛己，佢降卑，佢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係耶穌基督登基作王嘅地方。耶穌就喺十字架上面用自己嘅血去買贖一群子民，去歸俾父上帝。佢用自己嘅身體打開嗰條通往至聖所嘅路。佢用自己嘅死亡去敗壞嗰個掌死權嘅魔鬼。去到聖經最後一卷書，使徒約翰就發出咁樣嘅頌讚。佢話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從罪中得釋放，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他父上帝的祭司。大家睇唔睇到啊？出埃及記19章嘅嗰句說話就喺十字架上應驗。係耶穌佢用自己上帝嘅血買贖我哋，成為佢嘅子民。上帝喺西乃山嘅應許喺加略山上面實現，而我哋呢啲本來不配嘅人，就因為耶穌嘅血成為天國嘅公民，成為聖潔嘅祭司。呢個就係點解保羅喺腓立比書1章27節佢話：當你哋作公民要對得起基督福音嘅時間，其實背後帶住一個好重好重嘅分量，因為呢個身份唔係我哋賺翻嚟嘅。我哋地上移民，我哋有投資移民，我哋有高才通，我哋可以靠錢財、靠學歷、靠成就去換一個公民身份翻嚟。但係天國公民係耶穌用佢嘅命買翻嚟。當耶穌被掛喺十字架上面嘅時間，嗰個本應係你我承擔嘅刑罰，由佢去承擔。嗰個本應你我承受嘅羞辱，由佢去承受。呢個天國公民嘅身份真實成本，我哋成日都話白白，但係唔係免費，係極度昂貴，係上帝兒子嘅血買翻嚟。所以若果我哋明白呢份恩典嘅寶貴，若果我哋真係明白天國公民呢個身份嘅重量，咁我哋應該點回應呢？咁就帶我哋進入第二部分。效榜樣防仇敵，施天使誇十架。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着我們榜樣行事的人，因為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他們的神明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榮，專以地上的事為念，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所以咧，若果我哋真係明白天國公民身份嘅重量咧，我哋先至能夠明白點解保羅呢度用一個咁激烈嘅字眼。佢話一班人，佢話佢哋係基督十字架嘅仇敵，去到形容嗰班人咧，佢哋係喺腓立比信徒身邊，外表上面咧一齊去效法保羅，不過內心咧係以地上嘅事為念。點解叫佢哋叫做基督十字架嘅仇敵？因為佢哋嘅問題唔係佢哋唔夠虔誠，唔係佢哋唔夠努力，唔夠屬靈。佢哋嘅問題係佢哋嘅生命完全冇反映到十字架嘅重量。呢啲人佢哋自稱係天國公民，不過佢哋嘅生活形態、佢哋價值取向、佢哋人生追求，其實同地上嘅國民毫無分別。保羅話佢哋嘅神明係自己嘅肚腹，咁唔係話佢哋貪食啊，中意食嘢，係佢哋被自己肉體嘅慾望，被呢個世界嘅滿足感所支配。佢哋人生運轉嘅中心咧，成日都係淨係諗我想要啲乜，有咩對我最好，乜嘢能夠讓我快樂。佢哋會以自己嘅羞辱為光榮，嗰啲本來應該我哋覺得羞恥嘅事，佢哋會覺得係成為光彩。但喺十字架光照之下，其實嗰啲係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但係佢哋會將呢種嘅生活方式當作係正常，甚至係值得誇耀嘅事，以地上嘅事為念。呢度咧，我建議你將嗰個尊字咧刪咗佢，因為其實原文當中咧冇呢個尊字嘅。所以呢度唔係講緊佢哋真係100%所有時間以地上嘅事為念，其實講緊嘅係佢哋嘅思念、佢哋嘅掛慮、佢哋嘅投資、佢哋嘅心目中諗嘅嘢、佢哋夢想係地上嘅事，係眼看得見、手摸得着嘅事。而保羅話咁樣嘅人係基督十字架嘅仇敵。點解呢？因為十字架本來係要將我哋從呢個世界嘅捆綁當中釋放出嚟，係將我哋從以自我為中心嘅生命扭轉過嚟。不過呢啲人佢哋將十字架當做一張保險單，佢哋以為咧只要口裏稱耶穌為主，就可以繼續安安穩穩咁活喺地上嘅國度。佢哋從來冇俾十字架去震撼過，佢哋從來冇俾十字架嘅愛俘虜過，從來冇讓十字架去重新定義佢哋生命嘅價值。保羅話我哋要留意睇呢啲十字架嘅仇敵，我哋要提防佢哋，唔好好似佢哋一樣。咁我哋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唔知你記唔記得呢個表啊？其實十架仇敵嘅反轉就係天國公民。十架仇敵思念地上嘅事，天國公民就應該思念天上嘅事、將來嘅事、永恆嘅事。乜嘢係思念天上嘅事呢？簡單嚟講就係準備移民啊！天國公民佢深信呢個世界快將過去，所以佢哋心裏面所諗嘅、手裏面所作嘅，都係為着將來移居天國去做準備。對於天國公民嚟講，地上嘅一切都係毫無價值，因為地上嘅一切都要被火燒盡。唔知你記唔記得呢個故事啊？我曾經講過呢個虛構嘅故事。我有一個科學家，佢宣布咧地球面臨緊末日，雖然咧唔知幾時會發生，不過咧隨時會發生，而且一定會發生。所以咧佢就預備一艘太空船要逃離地球啦。佢更加邀請所有人一齊去登上呢個太空船，一同去另外一個新嘅星球去生活。嗰位科學家咧就留低一本逃生指南。跟住佢就先前往嗰個新星球去預備地方。佢就話啦，佢必定會喺地球末日之前咧再返地球嘅。所有願意登上太空船嘅人咧，都會跟住佢一齊去前往新地球、新星球嗰度。咁假設我哋真係好相信、確信呢個科學家所講嘅係真實嘅，咁我哋會做啲乜嘢啦？我哋仲會唔會繼續而家嘅生活，繼續照常返工、返學，繼續同世人一樣累積地上嘅財寶呢？我哋知道唔會啊，理所當然。我哋要想盡辦法揾呢個太空船，想上呢個太空船。理所當然，我哋會費盡心機、費盡唇舌，嗌所有我哋所愛嘅人一齊去呢個太空船度。理所當然，我哋會唔會每一日喺度不斷去睇嗰個逃生嘅指南？我哋唔會再重視地上嘅一切，因為呢啲帶唔走。相反，我哋會諗，第時去到新星球，我哋要有啲乜嘢要準備呢？我哋會累積一啲喺新星球有用嘅嘢，呢個就係思念天上嘅事。我哋要登上太空船，我哋要勸人登上太空船，我哋要積累喺新星球有用嘅嘢。
不過咧，其實咧，我一路諗咧，其實呢個故事咧，同我哋嘅福音故事咧，從而相差好遠好遠。因為呢個故事只係表達咗我哋一啲思念天上嘅事，一啲功能性、好功利性嘅嘢，但係完全忽略咗我哋福音故事當中更奇妙、更重要嘅嘢。因為喺呢個虛構故事裏面，地球末日咧，只係一個隨機嘅災難。不過喺我哋真實嘅福音故事當中，世界會終結，係因為世人犯了罪，因為罪嘅工價乃是死。末日同死亡原係我哋應該受嘅懲罰。喺呢個虛構故事當中，科學家製造太空船係因為佢自己都要走，佢只係順便救你嘅啫，佢唔需要付太多嘅代價。不過喺我哋真實嘅福音故事裏面，主耶穌基督佢唔係需要逃生嘅一個，佢係被罪人虧負，理應施行聖潔審判嘅上帝。但係因着佢豐富嘅憐憫同大愛，佢為我哋預備一個逃生計劃，用嘅唔係太空船，係十字架。佢唔係順便去救我哋，佢係捨尊降貴，倒空自己，付出重價嚟到拯救我哋。佢本有上帝嘅形象，卻謙卑自己，取了奴僕嘅形質，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後喺呢個虛構故事裏面，科學家咧佢去咗新星球，佢唔會再我哋有任何聯繫。如果我哋要靠佢得救，我哋只可以靠自己。不過喺我哋真實嘅福音故事當中，主耶穌基督升天之後，佢冇撇下我哋，佢差派聖靈住喺我哋心入邊。佢嘅福音大能，佢極豐富嘅恩典，要繼續幫助我哋逃生，並且去實行佢留下嘅使命，去為佢作見證，直到地極。所以點解天國公民係以十字架為榮？點解佢哋只誇基督嘅十字架？所以如果你諗下，如果你問保羅，喂，點解你淨係思念天上嘅事？點解你會視地上萬事如糞土，以認識基督為至寶？我相信佢唔會好功利咁話俾你聽，我要逃避末日啊嘛，我要前往新星球。唔會啊，佢更大可能佢俾你嘅答案係十字架嘅奇妙同偉大。佢會話俾你聽，上帝嘅慈悲係幾咁嘅浩大，以致人唯一合乎情理嘅回應就係獻上身體當作活祭，單單思念天上嘅事情。佢會話俾你聽，為上帝、為福音、為啲天國而癲狂係正常嘅，因為基督嘅愛催逼住佢，嗰份上帝使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嘅嗰份愛，嗰份一人替眾人死嘅愛，催逼住佢，推動住佢，席捲住佢，使佢唔可能再為自己而活，佢只能夠單單專一咁為嗰個替佢死並且已經復活嘅主而活。佢會話俾你聽，我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為喺呢個十字架前面，世界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喺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喺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嗰啲以地上嘅事為念嘅人，佢哋點解係十字架嘅仇敵？因為佢哋嘅生命否定咗十字架嘅大能。佢哋嘅生命，佢哋嘅生活就係不斷向呢個世界宣告，其實十字架冇乜大不了。我繼續可以照常過舊有嘅日子，我可以照舊追求我嘅巴別夢想，照舊去累積我嘅地上財富。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被基督嘅血買翻嚟嘅天國公民，我哋嘅生命應該係向呢個世界去宣告，十字架改變咗一切。因為十字架我哋唔再屬呢個世界，因為十字架我哋屬於天國，因為十字架我哋有榮耀嘅盼望。因為十字架，我哋專心等候嗰位從天而降嘅救主，我哋要等候得着嗰個榮耀嘅身體。當然，等候唔係消極嘅乜嘢都唔做，等候當中，我哋要同心正，我哋要求永恆。我勸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要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一同勞苦，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要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必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呢一大段嘅經文呢，如果我要選一句最關鍵、最核心嘅句子呢，我會揀主已經近了。
主已經近了咧，原文其實3個字嘅啫。原文係 Ho Curious Angus，Ho Curious 即係主咁嘅意思 ，the Lord。Angus 即係近咁嘅意思。所以你會見到呢一句句子咧，其實本身佢冇動詞嘅，就咁 the Lord 近，主近咁樣，冇清晰嘅時態。但係咧，根據上下文咧，其實保羅咧似乎想同時表達2個嘅意思。第一個咧就係現在式，現在式意思就係保羅想表達咧，主而家就近喺我哋信徒身邊。呢一個時態咧係強調空間上主嘅同在，係鼓勵咧你哋喺受苦當中咧，你相信主喺你身邊。另外一個咧，第二個就係將來式，就好似呢個翻譯咁啦，主已經近了，強調時間上基督再翻嚟嘅臨近性。咁佢提醒信徒喺受苦當中忍耐，因為主必定會再翻嚟施行審判同拯救。所以咧，保羅用 Ho Curious Angus 同時表達現在式空間上嘅同在，同埋將來式時間上基督再翻嚟呢雙重意義。而喺呢幾段嘅經文呢幾節經文當中咧，雖然保羅冇用因為同所以啊，但係佢嘅意思其實清楚，我哋可以自己去加翻落去。因為主近了，所以你哋可以常常喜樂。喺受苦當中，佢個背景係受苦，喺受苦當中靠主常常喜樂。因為主近了，所以你哋喺受苦當中可以讓眾人知道你哋謙讓嘅心。因為主近了，所以你哋喺受苦當中可以一無掛慮咁禱告、祈求同感謝。不過可能咧更重要嘅係呢，因為主近了，所以我哋要同心正。我哋必須同心專心咁見證天國、傳揚福音。所以咧，保羅喺4章2、3節嗰度咧，佢勸友阿爹同循都基喺主裏同心嘅時間咧，留意佢其實冇去特別去開庭審訊，冇判斷誰是誰非，佢冇分析邊個啱邊個錯。保羅喺呢度係帶佢哋一個更高嘅地方，佢提醒呢2個姊妹，佢話雖然你哋要諗翻起你哋曾經點樣順啊 Philo， 點樣一齊並肩作戰，一齊去競鬥。跟住保羅亦都帶佢哋去到永恆嘅邊緣，佢提醒佢哋，你哋2人嘅生命都喺主嘅生命冊上面。所以親愛嘅弟兄姊妹啊，我相信咧，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曾經喺教會當中經歷過一啲人際關係上嘅衝突同埋傷害。喺經歷緊嘅時候咧，其實嗰份情緒係真嘅，嗰份傷害都係真實嘅。喺經歷緊嘅時間咧，我哋唔會想聽到保羅所講嘅，我哋聽唔入耳。所以而家我哋先聽，留心去聽，以至有需要嘅時間咧，我哋可以回想起保羅嘅提醒。保羅要我哋記得主近了，主而家喺空間上與你同在，佢會完全明白你嘅情緒、你嘅傷害。主近了，我哋會即將進入永恆。記得喺永恆嘅角度嚟睇，呢一刻嘅情緒，呢一刻嘅傷害係暫時嘅。喺整個天國救贖計劃嘅角度嚟睇，喺宏觀嚟睇啊，英文叫做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其實我哋嘅衝突同埋傷害，實實在在喺客觀上面冇我哋主觀感受到嘅咁重要。親愛弟兄姊妹，主近啦，正係因為我哋作為天國公民會專注思念天上嘅事。正正因為我哋嘅使命係勸人登上太空船嘅緣故，正正因為我哋相信主近，時間非常緊迫嘅緣故，我哋更加要靠主同心，一同努力去見證福音。你諗下，一班消防員喺火災現場，千萬嘅被困者等緊營救之下，唔通我哋仲會因為衝突傷害去停晒手腳咩？唔會噶嘛，係咪？所以讓我哋一同嘅主近了，同心正。後半句無慮祈求永恆，4章6節呢句經文呢，經常會被斷章取義。好多人咧都以為佢喺度講緊，喂，我哋禱告當中其實乜都可以求嘅，只要你帶住感謝嘅心，乜都求得。上帝佢自有主意噶啦，佢會揸 fit，佢會話俾你，佢會決定答唔答應你嘅祈求。因為呢度講凡事啊嘛，凡事即係乜都得啦。其實唔係保羅嘅意思嚟嘅。首先我哋要留意我喺講個經文嘅背景咧，保羅寫呢封信嘅時間，腓立比信徒面對緊威脅、逼迫、爭戰。1章尾嗰度講過，佢哋為福音嘅緣故經歷緊敵人嘅威脅，為主去受苦，而且參與緊屬靈嘅爭戰。
而喺呢個背景之下，保羅先話你哋要一無掛慮，凡事藉着禱告祈求感謝，將你所要嘅告訴上帝。另外啊，掛慮呢個字咧，其實本身都同逼迫有關嘅。喺馬太福音10章19節，路加福音12章11節，當耶穌話你嗰啲門徒將來會因為福音被押解到官府面前嘅時間，耶穌話你哋不要擔心怎樣去答辯。嗰擔心就係呢個掛慮呢個字，本身係愣住逼迫嘅。仲有保守呢個字，保守呢個字咧唔係就咁保護咁簡單，其實係講緊打仗啊。喺爭戰入邊，你將一隊士兵擺喺個城鎮嗰度去防守住嗰個城市，佢就係呢個字。所以呢度咧，其實保羅係講緊，唔係講緊凡事你哋所要嘅，你哋所諗嘅，你生活中大大小小一切所要嘅，我要升職，我要買樓，我要身體健康呢啲嘢去祈求。保羅係講緊你哋喺威脅逼迫爭戰當中嘅祈求，你哋喺福音裏邊受苦，參與屬靈爭戰當中嘅祈求。保羅話：當你為福音去受苦，當你身處屬靈爭戰嘅時間，你唔好掛慮，你只要祈禱，為着你喺爭戰當中嘅需要，為着我哋能夠至死忠心，為着福音能夠被傳開，將呢啲事情話俾上帝聽，上帝就必喺基督耶穌裏面，好似一個駐守城池嘅士兵，一隊士兵一樣，保守住我哋嘅心思意念，讓我哋唔會被恐懼去擊倒，讓我哋喺爭戰當中站立得穩。正如牧師提醒我哋，禱告係向量，唔係純量。純量就係睇數字，唔睇方向。我哋禱告幾耐、幾頻密、幾長。向量睇嘅係數字加方向。我哋嘅禱告一定要朝啱目標，一定要係一個啱嘅目的。上帝賜俾我哋禱告，唔係要我哋攞翻屋企切豬肉、切蔬菜。禱告係天國嘅屠龍刀、倚天劍，用嚟打仗，用嚟實踐天國使命。所以禱告我哋必須方向正確，我哋應該單求上帝嘅國、上帝嘅義。所以當我哋講一無掛慮嘅時間，唔係話我哋冇掛慮，而係我哋將我哋掛慮帶到上帝面前。我哋唔係將所有嘅需要話俾上帝聽，我哋將自己喺福音爭戰呢件事上面嘅需要話俾上帝聽。當咁做嘅時間，上帝嘅平安就會幫我哋抵擋一切嘅掛慮、恐懼同埋不安。我哋結束嘅時間，我哋再重溫3點，因為我哋係天國嘅公民，天民相稱福音，天民後主榮耀。我哋嘅身份唔係地上，而係天上。我哋嘅家鄉唔係呢個世界，而係嗰個將來嘅城。我哋嘅君王唔係凱撒，而係耶穌基督。呢個身份係佢用佢嘅血買翻嚟，極其昂貴嘅恩典。就係因為呢個極其昂貴嘅恩典，我哋效榜樣，防仇敵，施天使，跨十架。我哋唔再以地上嘅事為念，唔再被呢個世界嘅價值觀捆綁，因為十字架嘅愛催逼住我哋，使我哋唔可能再為自己而活，要單單為替我哋死而復活嘅主而活。亦都因為呢份恩典同呢個十字架，喺我哋喺地上等候救主再臨嘅日子，尤其係喺為福音去受苦，喺屬靈爭戰嘅日子裏邊，讓我哋能夠一同嘅主近了，同心正，無慮祈求永恆。因為主近了，所以我哋可以放下掛慮，將爭戰中嘅需要帶去主面前。因為主近了，我哋可以放低自己嘅權利，謙讓待人。因為主近了，我哋可以受苦爭戰當中，靠主常常喜樂。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哋信息結束嘅時間，我想問你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你係咪天國嘅公民？呢個唔係一個可以輕忽嘅問題。我哋其實每一個曾經都係基督十字架嘅仇敵，我哋曾經都以地上嘅事為念，以自己嘅羞辱為光榮。但係上帝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間，差佢嘅兒子為我哋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用自己嘅血買贖一群子民歸俾父上帝。佢用自己嘅身體打開嗰條通往至聖所嘅路，佢用自己嘅死亡敗壞掌死權嘅魔鬼。今日佢邀請你同我再次回轉悔改，唔好再思念地上嘅事，成為天國嘅公民，單單思念天上嘅事。讓我哋一同活一個與基督福音相稱嘅生命，
喺救主再臨嘅日子裏面，同心正無慮求，讓我哋嘅生命向呢個世界宣告，我哋係屬於天國。讓我哋一同祈禱。親愛主耶穌基督，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因為你本有上帝嘅形象，卻為我哋虛己降卑，信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用你自己嘅血，將我哋從罪當中買贖翻嚟，使我哋成為天國嘅公民。主，我哋本來係十字架嘅仇敵，我哋以地上嘅事為念，但係你嘅愛催逼住我哋，叫我哋唔再為自己而活，乃係為替我哋死而復活嘅主你而活。主啊，你已經近啦，求你幫助我哋喺爭戰當中一無掛慮，單單為天上嘅事去祈禱，幫助我哋放下衝突，同心嘅去見證福音，幫助我哋單單思念天上嘅事，只誇你嘅十字架，直到你再翻嚟，我哋得着你榮耀嘅身體，得勝嘅冠冕嗰一日。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